事不知，不住于相，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相不知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东方虚空可思量不？不也。世尊，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？不也。世尊，须菩提，菩萨无住相不知，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见如来不？不也。世尊，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，生实信不？佛告须菩提，莫作是说。如来灭后500岁，有持戒修福者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。当知世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，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。闻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净心者。须菩提，如来悉知悉见，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无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若心取相，则谓得我人众生寿者；若取法相，即得我人众生寿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得我人众生寿者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。以是义故，如来常说：汝等比丘，知我说法，如法语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须菩提，